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rtin， 今日同大家一齊睇下 Chronoswiss 2025年最新發佈嘅錶款。今次品牌一口氣為大家帶嚟超過10款手錶啊！我嘅第一印象就係今年產品嘅用色非常豐富同大膽，貫徹翻品牌呢幾年嘅定位同埋風格。即刻同大家分享幾隻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嘅錶款先。呢隻玫瑰金錶殼嘅 Strike 2，除咗一個非常之特別嘅 Horizontal Regulator 佈局之外，最搶眼啊就一定係呢個銀色嘅 Gill Shape 面啦。錶徑係40mm， 厚度雖然去到 12.7mm， 但係依然不失為一隻優雅得嚟亦都非常有話題性嘅正裝錶啊。另轉隻錶就係見到呢個做咗料鍍層配上烏金屬擺陀嘅 Chronoswiss C6000自家機芯。呢個機芯係同 Le Chaubière 合作研發，有55個鐘頭嘅動力儲存。第二隻要講嘅就係呢隻風格非常大膽嘅 Reset Beast， 42mm 藍色 CVD 鍍層嘅鈦金屬錶殼，裝上紅色嘅 Gill Shape Dial， 加上外露齒輪同埋嗰支1分鐘逆跳2次嘅秒針，就如品牌所講嘅一樣，係一場色彩同工藝嘅大膽交響樂。但係值得留意嘅係呢隻錶嘅粒比較長，加上 14.2mm 嘅厚度，要 carry 呢隻錶腕圍真係要有翻咁上下。跟住呢隻就犀利啦，係一隻好少見用咗 regulator 佈局嘅 quarter repeater 手錶。除咗佢 open work 設計、色彩鮮明嘅 CVD 塗層夾板之外，呢隻錶嘅重點其實係個機芯。手錶搭載嘅 C126 古董機芯，最初係由 Chronoswiss 喺90年代推出，而家經過品牌製錶師精心修復並且重新演繹，令到呢隻錶就好似貫穿品牌古今嘅橋樑一樣。我覺得單係呢個故仔就已經值回票價啦。最後一隻，亦都係我覺得最毒嘅一隻，就係我手上嘅 Pulse One 啦。立體嘅 regulator 佈局同埋 retrograde 嘅秒針，再加上 titanium 打造嘅一體式錶殼錶帶 ，Chronoswiss 嘅 DNA， 再加埋而家手錶界最流行嘅元素，哇！呢隻錶冇得輸啊！除咗呢個 scent dial 之外咧，另外仲有一個藍色嘅錶面選擇，唔知你哋又中意邊隻色多啲呢？錶帶嘅設計，我覺得有少少似 Moza 嘅 Streamliner， 但係個感覺咧就再硬朗一啲。錶徑雖然去到 41mm， 但係鈦金屬嘅材質非常輕身，再加上一體式鏈帶嘅設計，好似我咁幼嘅手腕戴上去個感覺都唔會太過累贅。Overall 嚟講，我覺得今年 Chronoswiss 嘅產品都幾有睇頭，你哋又點睇呢？記住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就記住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你哋嘅支持係我更新最大嘅動力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